喺密法裏邊同顯教有一個好唔同嘅位。喺顯教裏邊，所有嘅證德係從思意心去到構成嘅，嗰啲叫做可思議門。可思議門嘅意思係咩呢？你要通過思考諗嘅去到構成證量。譬如舉個好簡單例子，無常，人生係無常嘅。咁你點樣去到構成呢件事？你用思維咯，諗係嘛？通過你日常生活嘅例子實證去到證明呢件事得唔得？咁然之後，一旦你證明人生係無常真係無常喎，咁然之後你就會努力係嘛？或者你冇咁懶，諸如此類。咁呢個就係嗰種證德嘅開顯，或者你就具備咗無常嘅呢個智慧。OK， 咁呢一個係叫做可思議門。基本上整個漢傳嘅佛教，整個大小乘嘅佛教，除咗密法之外，全部都係用呢一種叫做可思議門嘅方式，去到令我哋取得證德嘅，得唔得？但係呢一個係唔能夠成佛嘅，呢一個係唔能夠成佛嘅，不能夠成佛的。點解？因為佛係不思議法，佛唔係可思議法，即係你諗都諗唔到。即係你同佛，你係唔夠佢諗嘅，得唔得先？即係你係諗唔到點解佢知嘅，你諗唔到點解佢諗得到嘅，因為佢唔係靠諗去到構成，佛唔係靠諗去到構成嘅，得唔得先？即係佛有無量嘅智慧，係咪當佢經過大量時間嘅思想嘅訓練，去到令到佢咁犀利呢？唔係，佢就答你不是，不是。並且佢話俾你聽，你而家靠諗嘅呢種方式係一種好渣嘅方式，係永遠都冇辦法令到你提升到去佛嘅嗰個層次，得唔得？OK，唔好講佛啦，開悟。你用諗思考嘅方式係冇辦法讓你構成開悟。開悟唔係靠諗去到構成嘅。調翻轉，你諗得越多，你開悟嘅機會越少，得唔得？你諗得越多，你能夠運用嘅道理技巧越多，你能夠開悟嘅機會越渺茫。